续来到高雄，高雄这个红灯是参考用的。讲其实伫个林雅区一个路口，看到红灯就乖乖停落来等。但是身躯边一台接一台的乌多摆，拢红灯拢甲冲过，这时候这个骑士拢硬气，怀疑家己的目睭是毋是出问题咯？甲这个青灯看做红灯咯。 骑士来到路口等红灯，不过刷落来几啊台汽车煞敢若无看到直接骑过，算的都有10几台。骑士甲画面铺伫网络，讲家己敢是色盲，甲青灯当作红灯，实际来到现场。果然看到袂少骑士拢红灯，而且大家拢袂心虚。 这个地点伫高雄林雅区5号1路的一个路口，在地居民讲，因为是小型的 T 字路口，大家拢红灯的人确实袂少。有时候，红绿灯仅供参考啊，我是真的是觉得是这样。协会警方接到消息，随派人员到现场，徛伫路口，感觉有人家拢红灯。 就是有人这勇敢当场就互抓到，砸来开单。协会警方嘛讲，一直拢有咧抓交通违规。111年1月1号起到6月28号止，共拒举发闯红灯6792件，比110年同期2142件，增加举发4650件。 警方呼吁弄红灯，除了防罚钱、开罚单以外，嘛是真危险的行为。若是造成严重的车祸，恐惊都毋是钱就会当解决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